仪式感很重要。就是还是要打扮。对对，而且我还是会去买一束花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对，我觉得仪式感还是蛮重要的。对，所以可能通常比较注重仪式感的是会在婚前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婚后，我觉得两个人该有的那种甜蜜互动，或者甚至仪式感，你可能觉得很自私，但是我觉得，比如说我们真的要去约会什么，我们还会在家里稍微打扮一下，我要穿个西装外套，会，我不就去牛排馆里面没有穿。但是吃完牛排回到家里头，那个怎么扒我也不会跟你讲，对。但是那个仪式感很重要，就是还是要打扮。对对，而且我还是会去买一束花这样子。哦，对，也要买皮鞭之类的，但是没有。哇哦，开玩笑，没有，真的吗？再讲出来，我写进去了，写进去了。没就买皮鞭。皮鞭不要了，蜡烛可以啊。蜡烛，香氛蜡烛。蜡烛不是滴蜡烛，对，没有这么变态了。香氛蜡烛，香氛蜡烛。因为我之前都一直都有，我们不一定是特定的节日送，对对对。平常想到会送，平常想到会送。看到了静茹姐的新闻，我没有看到新闻，刚刚有问，对，我等下 follow 一下。平常会跟她谈到我们会聊过感情的事情吗？不会，我们最后一次，过年期间我没有不传讯息，不传祝贺的讯息，对，然后本来也有想说要约一下的，他演唱会完了以后，我本来有想要约一下，对，出来聊天后来也没有约成，对，因为他演唱会的时候结束了之后，我会发一个讯息给他，我想说哇，你的情歌实在是太动容，太令人动容。因为那天他在演唱会上面，他也蛮有感触，对，那再加上那些歌，对，很打动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